人成真，爱你无药医。梦中的情人，痴情到雨滴。梦中的情人，敢有缘分来斗阵？梦中的情人，我踮身边。梦中的情人，愈看是愈介意。梦中的情人，痴情到雨滴。梦中的情人，敢有缘分来斗阵？梦中的情人，我踮身边。互咱做朋友，互咱变情人，你是我一生最爱的情人。其实细汉的时阵，这都是合唱团的指定的钢琴手，然后伊伫学校就是上互人注意的一个风云人物啦。然后后壁佫学真侪乐器，吼，然后嘛足侪大细迄落演奏会，吼，姐也拢有参加。所以伫这个部分，我感觉哇，伊国中就有法度做一个钢琴老师，然后学遐尼侪乐器，然后我就会感觉讲哇，姐也真正足厉害的，嘿啊！所以伫伊的身躯顶，我看到什么叫做天分。电视上的词曲栏，我有看到阮妈妈的名，连妈妈就说那首歌是她写的，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她有写歌。我觉得妈妈好厉害，感觉很像电视上或网络上看到那种歌星一样，很伟大、很厉害。妈妈平常在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就跟平常非常的不一样。她表演的时候会散发那种独特的魅力，这种魅力可以吸引就是很多人来听她的表演，跟私底下完全不一样。私底下的时候，她比较幽默，会讲一些很搞笑的话。然后但是她严肃起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很有气场、很威风的感觉，很酷。姐啊，你已经错过足侪时机啊！即摆囡仔嘛已经渐渐大汉啊。希望你未来你会使做搁较侪好听的歌。阿姊爱加油哦！妈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自己做，也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你可以放心的去写歌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妈妈，我爱你。身边时常有人问起，一生中上解思念是倒一位？我无阿母踮在阮身边，只有爸爸照顾阮过日子。这人生茫茫亲像海水，有时像台顶飞彼此戏。看着爸爸为阮打拼赚钱，目将辛苦挂踮嘴边。一句我爱你，放伫阮心内，不敢讲出嘴。爸爸哟，阮会有孝你，深深阮情无人可
常有人问起，一生中上解思念是倒一位？我无阿母点在阮心边，只有爸爸照顾阮过日子。这人生茫茫亲像海水，有时像台顶飞彼此戏。看着爸爸为阮打拼赚钱，毋爱将辛苦挂在嘴边。爸爸哟，一句我爱你，放在阮心内，不敢来讲出嘴。爸爸哟，阮会有孝你，亲亲阮情无人可比。爸爸哟，一句我爱你，放在阮心内，不敢来讲出嘴。爸爸哟，阮会有孝你，亲亲阮情无人可比。台语歌、华语歌，这位老师的作品虽然无改侪条，不过足侪拢真轰动。到当也搁咧替唱片公司趁钱的歌曲，咱来欢迎作词作曲家张哲老师。老师欢迎。国珍老师你好，大家好。老师，真侪朋友亲像国珍啊同款，感觉歌好听，歌谱会去哼。词曲张哲，相信无定有的朋友伫电视机边啊想讲哦，原来是一位女性。因为这个名讲起来，男性、女性拢会当用呢。其实我本名叫张哲慧，这是阮爸爸教我好的。但我自细汉到即阵，我会记真的，我印象哦，老师啦、校长啊，个同学，大家拢叫我张哲。所以我即摆呢，我感觉讲，我开始写歌的时阵，第一首、第二首写华语的，是用我的本名。但落尾我感觉讲，这张哲，大家人拢叫我叫张哲。无就该用张哲安尼，所以即摆连正名都改张哲。是身份证面顶就是张哲。老师，我10几岁啊，就看电视台张小燕主持的节目，大家拍扑啊咧讲欢迎创作才女，迄个时阵还有做张哲慧，甲即摆真正印象佫足明的。其实呢我对细汉的时阵都学琴，但一直到高中的时阵，呢，我入去这个学校。迄当时我是主修电子琴，副修钢琴。迄当时我其实都真爱弹唱的。迄当时差不多伫咧高中1年加2年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这流行歌呢感觉真趣味。所以迄当时就私底下拢会家己安尼弹唱的。然后我就差不多伫16岁时阵，就写一首歌，写华语的。迄当时华语的写出来了后，同学就帮我摕去参加比赛。参加比赛的时阵，我是去美国，代表国家去表演。等来台湾的时阵，我接到制作单位电话卡来，请问你是张哲？我讲是啊，迄当时是张哲慧。伊讲你拜5的时阵来录影。我讲要录什么影？我完全拢唔知。结果同学才甲我讲，伊甲我的作品摕去参加周末派，伊当时都有着才子派，所以就因为安尼，才上周末派的这个节目。代表国家去美国，嘿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迄当时，我会记得，
迄是国乐。啊，我迄当时国乐是国乐团的，啊，而且佫是指挥。啊，阮做的就是代表国家呢吼去总共美国呢有6个城市去表演。我会记得迄当时外交部长是胡志强先生。你咧讲，包含讲钢琴，包含讲国乐，嘿，这拢爱费足侪心情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相信你咧讲的栽培学音乐，毋是足轻的开销呢。对，其实迄当时，阮爸爸是做领班的，阮爸爸做领班，迄当时趁足侪钱的。啊，迄当时，阮爸爸伫咧我差不多7岁就互我学钢琴嘛。啊，因为阮爸爸甲妈妈呢，我细汉的时阵，因就离缘啊。离缘了，阮爸爸甲我答应一件代志，我互你学钢琴。就迄当时，差不多民国66年，阮爸爸就送我一台钢琴。66年，民国66年，迄台钢琴佫是原装的哦，日本的。我伫遐想讲，阮爸爸开遮尔济钱甲我栽培，我一定爱足用心的。所以迄当时，我呢就对音乐这方面去发展安尼。有真侪囡仔吼，8、9岁啊吼，啊，佮逐工咧互老母骂功课，啊，佮毋认真写。是啊，你讲爸爸呢买琴互你，你就会下定决心讲，我着爱足认真的。你算足少岁，就足会晓想呢。迄当时我拢无吹这套哦，其实我是真介意音乐，所以琴放伫遐，别人咧佚佗，我甘愿坐咧弹安尼。啊，就是安尼。当甲人做伴。对啊，对啊，有一站啦，我结婚了后，就是有一站，因为我爱带囡仔，我就伫遐想讲，我敢要安尼过一世人，因为除了讲带囡仔，搁爱趁钱饲即个家，我就感觉讲，这音乐敢真正要放掉，啊，所以讲豆豆仔来，豆豆仔来，毋知安怎，搁坐转来做音乐，搁坐转来唱歌。我迄阵就伫遐想，安尼我这世人可能甲音乐无法度脱离，安尼完全放袂落啦。你伫到即马吼，嘛着为着音乐伫咧发挥，嘛是以音乐上主要的表演啦。老师，你头拄仔咧讲，爸爸咧做领班，剩一个孤查某囝尔，安尼下心情要栽培，毋过无法度讲安尼逐工接近吼。是。毋过恁的感情真深，安尼足亲的。啊，你落尾首搁个写温情无人可比的。对，我爸爸是我的英雄哈。啊，我就感觉讲，我袂当辜负着阮爸爸对我的期待。啊，所以讲，自细汉的时阵，虽然爸爸无伫我身躯边，但是我一直甲爸爸放在心内啦。啊，一直甲读书的时阵，因为爸爸甲妈妈离缘，我是对阮爸爸。啊，所以阮爸爸呢吼，伊阁有另外阁组成一个家庭，变成我嘛是孤单的。所以我一个人，我会感觉讲，这音乐对我来讲是一种伴，啊嘛是一种努力的目标啦。我台当出世的，啊，迄当时阮爸爸咧足无闲的，伊嘛阁有另外一个家庭，所以我甲阮小弟放学回来，两个都是伫厝里。啊，无大人哦，无大人。啊，我若食饭吼，我若食饭拢爱骑空门车，骑到碧南，阮阿舅因兜，去遐食饭食饱了后，搁豆豆仔搁哭，骑空门车，搁倒来厝里。啊，倒来厝里时阵，铁门拢就是扭落来，啊内面伫内面弹琴。啊，我知影讲，阮咧厝边兜，我若咧弹琴，大家拢安尼闲咧看，哎呦，这个囡仔咧弹琴呢，安尼，嘿，啊，就是安尼。伊早差不多有一段时间，拢是我甲阮小弟住伫台东安尼。阮爸爸可能会记得，敢若伫宜兰还是，我已经忘了那个嘿。两个囡仔家己大，讲起来是偌艰难、偌艰苦的环境。啊，迄个时阵，你对爸爸敢有加减会安尼啊怨叹，还是讲安尼对伊有较另外的想法安尼？袂咧。迄当时我只要看到阮爸爸等我，足欢喜的。因为第一点就是我细汉的时阵，阮爸爸若等来拢会帮我洗身躯，啊，我拢最爱阮爸爸帮我洗身躯的，因为就是伊会当来。啊，再来就是因为阮爸爸甲妈妈离缘，因两个袂合，
啊，卖海过程当中，我就人咧讲较衰啦，先啊讲，因为我妈妈拢会拍我出去，啊，所以阮爸爸对我，怎讲？对我呢真唔甘。除了讲，伊是我的温情人，伊嘛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老师，咱嘛知影讲，落尾手爸爸较有岁的时阵吼，你嘛有尽量要做，尽量要甲陪伴，啊个写歌互伊听吼。对，其实我遮尔啊侪年啊，这首歌我甲即阵的吼，只要伫咧电视顶有听到人唱我这首歌，我拢会点点坐咧听，啊目屎一直流安尼。甲即阵感觉我最感动的，啊，因为阮爸爸伫咧自年的时阵，就离开啊。其实这首歌伫咧阮爸爸的告别式，我嘛是用这首歌啊讲一段话，送阮爸爸一程安尼。千繁华世界，问袂出生情恋恋爱，到底爱一个人，爱用偌济真心对待，真心爱你，叫阮怎样为情愿改？我爱你，藏在心。无需要讲，予你知。感谢一个人，是对付出真情真爱，痴心过一天，拢是心甘情愿。我是你的人，艰苦也甘愿，因为我了解两人的世界，不是这呢简单。我是你的人，痴心甘望，希望咱两人会当永永远远。看袂清繁华世界，问袂出世情恋恋爱，到底爱一个人，爱用偌济真心对待，真心爱你，叫阮怎样为情愿改？我爱你，藏在心内。无需要讲，予你知。感谢一个人，是对付出真情真爱，痴心过一天，拢是心甘情愿。我是你的人，艰苦也甘愿，因为我了解两人的世界，不是这呢简。我是你的人，痴心甘望，希望咱两人会当永永远远。我是你的人，艰苦也甘愿，因为我了解两人的世界，不是这呢简单。我是你的人，痴心甘望，希望咱两人会当永永远远。
虽然讲吼，爸爸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，不过伊真细心正甲你栽培。啊，你嘛足早就有出名，迄个时阵敢若是我不在乎对无？对，华语我写的头一首就是我不在乎。啊，这首歌这是我学生的心情。啊，搁再来第二首不要走不要走，嘛是华语的。啊，这是我16岁、17岁时阵写的歌曲。啊，迄当时其实唔知影要互潘美辰唱，只是讲这2首歌拢是我家己的故事，嘛是我的心情。敢是甲咱迄当阵纯真的少年时候的恋情有牵连？对，迄当时我有真介意的一个查甫囡仔，阮逐工拢有接触，啊，就是安尼，伊教我吉他，也教我唱歌，啊，下课的时阵，2个人啊，就会做伙出去佚佗，啊，迄当时当囡仔尔，啊，就有迄种少女情怀总是诗，所以感觉讲，这应该会当把我的心情写起来，啊，所以讲，迄当时我就甲我不在乎，甲着不要走，写出来时阵，完全拢总是我的故事，甲着心情。这个歌词，敢若是无法度得到爱情的歌词。是，我不在乎，这是大概就是那种少女情怀哈，但是安怎听起来就是分手的哦，迄种歌曲啊，因为其实咱有当时介意对方，对方不一定是介意咱的，所以有当时你写到最后的时阵，才知影讲啊，我喜欢你，但你并不是喜欢我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就真正当那亲像我写的歌曲内面同款，我不在乎啊，不要走不要走哈，这有一段故事哦，这不要走不要走，其实迄当时一定是我高中啊，我高中时有介意到一个查甫囡仔，隔壁学校的，嘿，因为阮学校是女校，隔壁学校的因都不时拢会约出去佚佗，而且伊是住伫我隔壁栋尔，阮这边有3个室友，因迄边嘛3个室友，所以每一届若约的时阵，阮都会做伙出去佚佗。坐奥多拜？对，无等锁匙啦。迄算配好的，固定的。嘿对，啊，但是其他的2个因拢足好的，但是我甲这个都感觉没有什么感觉。可是愈来就愈感觉讲，安尼伊咧讲话嘛趣味，但是斯文了后，阮互相有介意，但唔敢讲出嘴。迄当时伊就毕业啊，啊伊毕业的时阵，当伊要做兵，我就伫遐想，我送伊一首歌。这首歌就是不要走不要走，但是那叫做不要走不要走。我有一摆伫我同学遐困，伫遐过暝，阮同学甲我讲，隔顿工伊讲，张哲，你昨是做啥物梦？那一直喊不要走不要走，然后我才甲这个过程写出来的时阵，伊个歌名叫做不要走不要走。啊，我送互伊的时阵，伊足感动的。有一天，伊行伫咧，伊去做兵，在军营里面，伊就咧行，突然间听到《不要走不要走》这首歌，潘美辰唱的。迄当时佫无人知影潘美辰，因为这张是伊第1张。然后伊行伫咧军营迄个营区的时阵，突然间听到这首歌，他愣住了。这首歌不是张哲写给我的歌吗？是安怎伫垃圾哦出来的？伊规首歌甲听完了后，目屎强要流落来。这是伊的朋友甲我讲的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讲这首歌，是写给伊无毋对，但是阮2个互相有介意，但是无法度做伙，无法度结合，安尼。真侪朋友甲国珍同款，拢有一个误会印象，感觉讲你和潘美辰。敢若足熟的啦，敢若你逐条歌吼，伊拢当作主打歌呢。我甲伊无熟悉，连讲一句话，敢若都嘛无呢。甲即嘛？嘿，无。但是逐个人拢认为我是因同学。嘿，无。
迄当时吼，因为潘美辰伊嘛是有着周末派才子，啊有上节目，然后我去蓝白唱片的时阵，我嘛无拄着伊，伊去配唱我嘛无对着啦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足侪人拢认为伊是我的同学，啊，其实是因为伊唱迄首歌的时阵，不要走不要走，伊可能有去讲着讲，这首歌，有的人是认为是伊写的，啊，所以讲伊有去讲着讲，啊，伊甲我可能是同学，还是安那，但是我甲伊真正无熟悉。老师，迄个时阵吼，蓝白甲你买歌吼，若买这2条，甲你买1批对无10首哦，老师你哪知？啊，听讲迄个介绍佫袂歹。对啊，迄当时吼，我头一摆知影讲写歌会当卖钱，真的写歌会当卖钱，啊，我就加写歌。啊，加写歌的时阵，本地蓝白制作人伊甲我讲吼，高大哥，伊甲我讲，你除了我不在乎，甲着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敢还有其他的歌？我讲有啊，我有其他的歌，啊，其实手里无遐尼啊济啦。但是伊讲要歌着吼，我就随写。迄当时就积极的，我就随写哦，写出来，总共有吼方季伟，总共大概有10首歌，嘿，10几首歌。迄当时我摕到这词曲费的时阵，我就交阮爸爸。阮爸爸讲，这是你写的，你家己藏起来。看卖你要买啥？迄当时我就想讲，啊无我来买一台奥多麦。所以迄当时呢，吼，我头一台奥多麦，就是用我的词曲费用去买的。这样子。安尼听有啊啦，有才调买奥多麦吼，迄钱袂少咧，吼。安尼大家都会晓要啊。啊，毋过洪老师，好亲像讲后壁面就了不接应，无搁足侪作品发表。你是建立家庭，还是讲搬徙，还是啥物原因？我24岁就结婚，算起来，伫咧以早，因为我伫高雄走场的时阵，我是琴师，迄当时有真济，共款是琴师的，包括即马嘛有真济拢是伫咧艺界，嘛拢真有名。啊，因若看到我，伊讲张哲，你足可惜的，你是阮这批内面你上早结婚的。啊，结果我嘛无后悔啊，我会认为讲，啊，就拄着啊，结婚了后，就为家庭，搁要照顾囡仔，因为可能咱家己去拄着的，毋是咱所盼望的人，因为我当初是希望讲，我会当继续做音乐，继续写歌，有一个查甫人会当听我，但是我无拄着安尼查甫人，所以我就爱家己搁趁钱。家己饲囡仔，结果想讲啊，为着要唱歌，为着这个家庭哦，搁爱去唱歌，趁钱，所以要写歌，真正没有那个思绪，所以讲吼，这整个的过程，就感觉讲蛮紧啊，囡仔会大汉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这届我接到制作单位。国珍老师的邀请，我感觉讲除了足荣幸的遗嘱我感觉讲吼，迄种打拼的心，阁有一个目标，想要阁重新开始安尼。半愈深，爱甲遐尼深，不敢相信我对你这呢痴心。为着啥物原因，不惊我伤心，放阮孤单无伴，你敢会忍心？
心痛。感情愈搬愈深，爱甲遐尼深，不敢相信我对你这呢痴心。为着什么原因，不惊我伤心，放阮孤单无伴，你敢袂忍心？是对天就算，爱我无变卦，感情行到这，痴心无人听。为着要爱你，我爱甲心痛。世间的爱情。是对天就算，爱我无变卦，感情行到这，痴心无人听。为着要爱你，我爱甲心痛。敢若为着即句讲囡仔的大汉，你吞吞足济，上界艰苦的时阵，你敢还佫有加减保持讲忘琴，还是讲保持讲一点点仔甲音乐的牵连，听人的歌，听人的作品，还是讲特别会关心倒一个歌手，敢有？其实我自进入家庭以后，这段时间就对。我嘛感觉我自己很颓废，对音乐完全拢无过门。但是听到人的作品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其实我会当佫继续写，安怎无爱佫提笔起来写呢？但想是想啦，带囡仔真的是蛮辛苦的，爱佫照顾囡仔，因为我生3个嘛，吼，安那这3个囡仔拢是我家己带。一边爱趁钱，一边带囡仔。我会记起伫咧我生我这小女儿细汉查某囝，伊是我43岁时阵才生。生完了后，就是家庭有一寡变化，有一寡变化，一寡状况了后，我家己感觉讲，我感觉安尼过日子。有一摆，迄当时阮细汉查某囝已经2岁啊。我骑一台空门车，然后去西门町，再去西门町哦。我伫遐看，遮尔济人伫咧遐看，啊，这唱歌声音阁袂歹，我去甲看一下，听一下，啊，这叫做街头艺人啊。啊，这街头艺人，我伫遐看足久诶，而且每一回，只要遐有人表演，我拢会去看。我去看了后，我讲，奇怪，因这是直接收入吗？还是讲必须爱透过啥物才会当直接表演？然后我了解了后，我讲，我嘛会使，因为迄当时我囡仔足细汉的，我曾经捌去应征一个工课，去共洗碗。头家讲，你无适合这洗碗，因为我看你的型吼，毋是做这项工课。所以你做袂久，伊要请一个是长时间会当伫遐甲因洗碗，
我就伫遐想，我带一个囡仔是要安怎生活？我带一个囡仔，人个头家一定无可能互你囡仔带来去上班。所以迄天我看到街头艺人，直接有收入，我囡仔佫会当带伫边啊，佫会当趁钱。自安呢，我就去考街头艺人证。迄当时民国102年。我摕到证照的时阵，我就去淡水唱歌。去淡水唱歌，足侪来来去去的游客吼，因听到歌，因就会感觉讲，这个人在唱歌，甲一般的街头艺人无啥共款。所以详细听了后，因呢，我感觉足感恩的，拢无熟悉，但是他们呢不吝啬。来跟你打赏，而且呢，佫会甲你讲一下话，甚至呢，有真侪人一听就听10几年，听甲变朋友。朋友，对。所以讲，即摆目前伫咧淡水，我游玩搁咧唱歌，我足侪摆拢是唱到一半就想要写歌，但是因为要甲这首歌唱完，所以唱完了后，灵感又跑走了。我嘛希望讲，看会当搁继续写歌，所以我即马就是想讲，这唱歌的部分嘛是同款爱唱，因为我有答应一寡在街头相遇的一些常来听我唱歌的朋友，我答应伊讲，我会一直唱落去。你咧讲啊，较早抽口啊，有当着啊，抽无着规站，就无法度表演啊。对，甚至连囡仔都会替你烦恼。对。在街头进前拄开始是比较 OK，即马哪来哪侪街头艺人，即马街头艺人呢哪来哪侪，佫毋免考，只要登记就会使，所以足侪人拢会想讲要来做街头艺人，所以变成讲即马会当唱歌的位无加，但是人愈来愈侪，唱歌的人愈来愈侪，登记的人愈来愈侪，所以有当时会感觉讲亲像这个部分，我也是感觉讲，我赶快会街头还是会唱啦，只是说呢，看会当呢，写一寡歌，搁再来最主要是这广播电台。苗栗的朋友听得到。对，苗栗的朋友，因为我拢早起6点到8点的时间，我大概4点半5点就起来，每一天，所以就是安尼做节目。甲一寡朋友呢，逐工安尼俏谈博感情，安尼。老师会踏入广播电台，甲广播电台结缘。我所在是对南部起来到台北一个特别的缘分，对无？这我足感动，而且足感恩的。我伫咧高雄走场，迄当时我是琴师，然后就是伫咧拍舞唱歌，但是因为我婚姻拄着状况，所以。我2个囡仔，搁带伫身躯边。有一届，我接到制作人陈俊成老师，伊甲我开讲了后，伊认为我无适合搁继续伫高雄。结果，伊就我讲：“张哲，你搬起来。”我讲：“但是我伫台北无亲无正。”伊讲：“忙紧，我甲你介绍工课。”我讲：“我身躯无钱。”老师甲我讲一句，我足感动的。伊讲：“你物件款款的，我明仔载落去高雄，甲你载起来。”足感动的。所以我伫咧民国87年的时阵，我就决定起来台北。起来台北的第2天，老师甲我介绍工课，我就第2天就开始上班啊。就是广播电台。就是广播电台。这就是台北的大树脚广播电台。将心事藏心内，
无人知，思无情无奈。暗恋你，期待有你的爱，偏偏阮的心思你袂了解。想要讲，讲袂出来；想要爱，搁惊失败。爱着你，无解也无药通医。思啊思相依，看也看相随。你甘愿意跟阮流浪到海角天边？思啊思相依。情若放袂离，问你阮的勇气，敢会当解阮的伤心？将心事藏心内，无人知，思无情无奈。暗恋你，期待有你的爱，偏偏阮的心思你袂了解。想要讲，讲袂出来。想要爱，搁惊失败。爱着你，无解也无药通医。思啊思相依，看也看相随。你甘愿意跟阮流浪到海角天边？思啊思相依，情啊放袂离。问你阮的勇气，敢会当解阮的伤心？思啊思相依，看也看相随。你甘愿意跟阮流浪到海角天边？思啊思相依，情啊放袂离。问你阮的勇气，敢会当解阮的伤心？若是你亲来到台北伫大树骹做节目，应该原来有真侪听众，真侪支持你的人，甚至有人买你买到吹对电台来，对无？对啊，迄当时讲起来较少年啦，系啊，而且迄当时除了少年以外，声音嘛就少年的，所以无人知影我几岁。打起来台北，我嘛足感谢这陈俊成老师。也阁有林忆姐、林大哥、林台长，嘿，台长呢，给我这个机会，因为我啥物拢袂晓咧，就给我入去做广播。但是我是对这写企划、广告，然后有一天哦，节目主持人可能有代志赶袂到，台长就讲一句：“张哲，你去你读啊。”我讲台长。我唔捌开过麦克风讲话呢，台长讲，忙紧，你就去哩。袂晓讲的时阵，报歌。若是时间够有够的话，你就开口音。我讲开口音我拢唔捌呢，讲你唔免甲因有捌啦，有小捌，你只要甲伊开讲就好。我讲哦，安尼挑战性很大呢。然后我就硬着头皮上。然后就报歌啊，讲话，我咧想讲，无来开一下口音看卖啊，感觉是如何？
结果口音开完了后，一个一个一直接，一个一个一直接，因拢无爱挂，挂掉，搁接咧开讲就对啊。结果林义杰台长伊咧讲，啊你毋是讲你袂晓主持？我讲我真正袂晓主持，我嘛头一遍啊。你甲我赶起哩，我才敢起来。结果伊讲啊，无安尼开一个节目互你做。我伫咧想讲，我做幕后就好了。结果台长互我空间足大的，而且伊只要等一个物件互你，伊袂去管你要安怎写，要安怎做。我连广告的时阵，要进广告的那一段，还是用我儿子的声音。伊当时我儿子当国小啊，进广告哦，休息一下下，进广告哦。甲即阵共款，阁是阮后生。阮后生有一届伊伫外国回来的时阵，伫咧车顶哦，听到这休息一下下，进广告哦。我甲讲这你的声，你敢知？伊讲这是我的声音吗？我说对啊，你的声音啊，人家电台到现在还在播你的声音。所以当时我感觉讲台长呢，互我很大的空间发挥，包括就是讲足感恩的。就是讲，伊嘛是有栽培我做主持人啊。嘿，你就是主持节目，才熟悉洪世峰老师，才甲伊合作写歌的。迄当时因为我节目伫12点中昼，伊是我头前的10点到12点，阮两个会交班。交班的时阵，阮两个拢会开讲一时啊，然后就安尼熟悉，熟悉几落年了后，有一天伊就摕歌词互我，摕歌词互我的时阵。我就讲，那个洪老师这是伊讲无啦，这我写的吼，麻烦你甲我谱曲啊。我就讲，你要谱曲哦，好啊，但是你歌词吼可能会改一寡哦。伊讲，忙紧，做你改。曾经你捌听过人讲写歌写到就想要去弄别我就是这样子，为着一句话，真正写到就想要弄别，但是弄别会听，我有规日去扫涂骹。我涂骹扫了后，搁倒来写这首《思乡记》，写好啊。好过，对，好过，心肝来做一个别的代志，迄个感觉好过。对，就是安尼。所以《思乡记》1点钟就写好啊。但是《思乡记》呢吼，这个过程就是，洪老师呢伊提词互我写，但是我一直改，感觉改到呢无改捌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无我家己写，这词呢我就家己。自头到尾家己写，也是曲也是我写，然后这首歌写完了后，制作人讲 OK， 来 OK 的时阵，这首歌要出版啦，我嘛同款挂洪世峰老师的名，人就是情分嘛，小带念嘛，是，这条歌真难得啊，两个台语歌的天王啊，蔡小虎，还有袁小迪拢捌唱，是，当然老师，你还有真侪作品。阁有真济，包含讲甲即马人伫咧听，阁会讨论，像讲黄义玲，我是你的人，还是孙淑美另外一条爱你爱甲心痛，这敢拢你家己的经过。过去我写的歌，拢是家己的故事，因为我无甲唱片公司签约，所以我无迄个压力，我嘛毋免讲针对着什么人就去写歌，我拢是写家己的心情较济。我即马呢，我有一个。想法就对啦，因为我太长的时间拢伫咧为囡仔付出，我就是咧想讲，我是毋是应该为我的后生查某囝写歌，以着妈妈的角度来写，因为即马目前伫咧市场，安尼的歌可能较无，我就伫遐想讲，我若针对着我后生的心情来写，阁对妈妈对囡仔迄个感觉，无就是对查某囝的心情。来写一寡歌曲安尼。老师，阮的目睭年年看，会一直期待哦。是。老师，我拄仔咧讲，如果是啥物缘分吼，讲有法度歌交甲去互黄义玲唱，今日你有那本人原作者要甲阮唱呢？其实黄义玲伊即块专辑哈，爱你无条件即块专辑，伊要出时我根本毋知影，因为我印象应该是陈俊成老师，伊帮我牵的线。因为我甲神采唱片公司我无联络，伊嘛毋知影我，所以我帮黄义玲写的这首《我是你的人》，其实是2首合作1首。陈俊成老师可能有帮我改，还是安那，我
有点模糊了。但是我知影讲，这看线是陈俊成老师，哇，那你两个种早就结缘。对，所以我就感恩呢，实在陈俊成老师。我写的台语歌曲，伫84年开始写台语的，那么这台语歌曲呢，头一首就是《阮情无人可比》，再来就是孙淑美的《爱你爱到心痛》。这两首歌比我其他的搁较赞，搁较好。因为孙淑美唱我这两首歌，真正唱了就赞的。当然啦，我是你的人，黄义玲嘛唱了就好的。这是感觉讲，因为它是专辑里头的歌曲。我这首歌都无看哈尼啊狠所以我感觉讲，这歌曲每一个歌手拢有因的风格，因伫咧表达我的这个心声的时阵，还有诠释我的歌的时候，真的每个都很棒。尤其是这思乡机，这思乡机我写出来时阵，听到这首歌，和袁小弟甲着蔡小虎唱，就感动的，因为这都是伊伫咧描写着一个查甫人对着一个女人爱慕的心情。老尾像你做广播节目，是开始换麦克换遮久吼，嘿，应该加减有迄个经验是歌手，因为新歌出来来咱兜，来咱的播音室宣传拍歌。对。你甲讲讲，这条我写的，你敢知？有这个经验无？有。其实呢，曾经有访问过袁小弟，迄当时伊一定有唱《思乡记》这首歌，但是伊唔知影，我就是写歌的老师，伊唔知。我当我甲讲的时阵，伊才讲：吼，老师，你唔较早讲呢？这首歌我甲阮公司要求，看会当互我做主打歌无？但是公司一直无点头。然后过无偌久的时阵，蔡小虎出唱片的时阵，一张一地《思乡记》是互伊做主打歌。袁小弟就讲：哇，这要求这么久，原来就是要互蔡小虎主打歌这首《思乡记》。真侪爱听你的作品的人，感觉讲，虽然歌写无足侪条，毋过命中率足悬的，做主打歌的比例足悬的，所以各种伫咧期待以外，我相信有真侪唱片公司的头家，嘛咧期待老师的新作品，期待老师的好歌。今日来到节目现场，各种嘛邀请张哲老师，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伫咱节目的镜头前，印一个部分对你表示钦服，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。谢谢。这样讲。老师请坐，老师请坐，好，老师请坐，谢谢。老师来，老师感谢你。写歌真正创作需要灵感，嘛需要心情。无论伫广播电台，还是伫咧街头，常常有灵感的时候，各种甲你拜托古井，用笔记一个，再搁继续表演。多谢老师来开讲。谢谢国珍老师。心所爱的歌会会再搁来开讲，多谢。老师我讲实在，因为你讲这条歌我唱完，灵感就无。